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由新闻电视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土耳其大地震造成21000人左右死亡，台湾搜救队去到迄个所在救出第3人，这家属情绪真激动。新加坡逼出非洲 DJ， 若准早猪肉入来到台湾的民众会罚款20万，若准搁再还价上当罚到100万。伫家己太保有2个国小查某学生骑电动车，互火车撞到，送到病院了后，由援救不回来。咱台湾的搜救队去到土耳其救灾，搁再传出好消息，发现到第3名互触角跌掉的民众，是一个30多岁女性，已经甲救出来。伊的家属的情绪是真激动，甲台湾搜救队员染条条表示感谢。虽然这黄金救援时间72点钟已经过去啊，不过救援人员有一直找到这个生存者。另外，土耳其台湾商会部内第2批救援物资已经透过火车顺利送到灾区，按算逐工拢会送1批入去。也因为这地震过后，车路拢歹去，互运送的路途变更长。总算甲调伫内底30多岁女性为倒去的建筑内底救出来，赶紧送医。土耳其大地震赶去当地支援的台湾搜救队，佫传出好消息，将近1点钟，总算甲原先跌掉的查某囡仔救出来。这原是咱国搜救队发现的第3个跌伫内底的人。查某囡仔家属甲台湾搜救人员揽一个，真感激。另外，同一个灾区也陆续传出好消息。其他国家搜救队原有找到活着的人，虽然黄金72点钟已经过啊，不过搜救工作嘛唔敢停，都是希望一旦赶紧找到抑搁伫咧等待救援的性命。这届台湾搜救队互人分派去 L5区域，当地有4栋大楼倒去，差不多50个土耳其民众失踪，搜救环境复杂。后面代表有来台湾队基地，表达高度肯定。另外，台湾搜救队副队长和日本人认出捌参加311日本地震救援。我特别感谢我的队员这一次随我到土耳其来呢，尽心尽力的在执行各项的指派的任务。刚刚水陆续装起的火车要赶紧送去灾区，让灾民有清气的水通啉。土耳其台湾商会募集到第2批救援物资，以水是无甲电池这照明设备为主，已经送到灾区。不过运送过程真正是大考验。路面很多都已经崩塌了。那很多司机是绕道，反而他要送进去时间以前，可能路程可能1-2个小时或者3-4个小时，他必须可能要花到 double 的时间才能进去。台湾商会继续维持，逐工1批救援物资送入去，也有灾民伫大地震及時逃出來，親人伫調2天了後，互人救出來。一家伙開車趕到利伊漢樂市的台灣中心，會當暫時安心。Yeah, in 1 minute, like the whole building has been like broken down to floor. We were in the 7th floor. When the wall has been like broken and I can escape from the wall and take my children through another building that is totally like broken. 副总统赖清德原来到土耳其驻台办事处慰问，维护部土耳其赈灾专案车早开始，超商原来甲维护部合作，提供民众会当即时捐款。到车到下晡5点，接到捐款8148笔，8353万元，各界爱心钱也是一直汇入来。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叙利亚当着规模7.8大地震，上报有21000多人死亡，全国已经降半旗表示哀悼。这救援人员调查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到目前为止，也有生存者获救出来。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讲，这灾区的温度接近0度低温，若阵这救灾物资搬都赶紧送到位，可能会有更较侪人因为低温出现性命危险。规模7.8的强烈地震过了后，第94点钟，加治安泰普灾区的搜救人员，甲17岁少年科尔库特为崩塌的建筑内底救出来时阵，等伫边的妈妈甲兄弟啊，大家欢喜甲拍扑啊大声喊，累积4天的烦恼甲压力熊熊消失。看到后生平安无代志，也过当讲话，科尔库特的妈妈真激动，对镜头讲话。科尔库特互人扛起了救护车了后，甲记者讲，伊住伫公寓的地下室有活动空间，这时间伊是靠啉家己的药才活落来。Tuvaletimi, kendi tuvaletimi yaptım, tuvaletimi içtim. Hayatta kalmak için.
Böyle hayata durabildim yani Rabbimin sayesinde. Ne hissettin aşağıda? Abi yalnız ya sizin gelmenizi bekledim aslında sadece tek başıma. Siz de geldiniz Allah'a şükür teşekkür ediyorum hepinize. 即届伫土耳其南部甲叙利亚北部两个所在100年强烈地震，4天大大细细的地震过1509届。除了当地的紧急救援队以外，50外个国家、16个国际组织，拢总有121000人伫个灾区进行各项救援工作。黄金72点钟关键救援期过了后，地震了后第80点钟、88点钟、90点钟、94点钟，拢也是有掉伫内底人，互人救出来消息。不过灾区瓦近摄氏0度的气温，几落万的灾民拢无通住。世界卫生组织提到警告，若做救援物资未当赶紧送到位，灾民恐惊面临第二场无情的灾难。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特别指出，目前所看到的也毋是这个灾难的全部，因为10年内战的影响下，叙利亚差不多已经全毁。详细灾情，外界也无法度真了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来看到新加坡，这新加坡伫初七，因伫咧野外湿地的咧顶头呢，发现到非洲猪这病毒，初九通报正做到亚洲第7个有非洲猪这国家。台湾也是宣布，民众若对新加坡转来是袂当炸猪肉制品，违规者拢会惩罚20万。就惊即个非洲猪只传入来，边境的查验拢毋敢来放松，不过海外疫情是继续一直传。内因讲无起地的新加坡也传出非洲猪只确诊。这次在新加坡所发现的是一个野生的一个猪只啊，它不是牧场的，所以原则上这是一个单一的 case 啊，这比较特殊。新加坡发现野地的尸体有确诊非洲猪只，并且向世界动物组织来通报，正做第17个出现非洲猪只亚洲国家。伫台湾非洲猪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公告，对新加坡入境未使炸含有猪肉的制品，处罚就罚20万；假猪肉制品像是肉干、汉姆也袂用的，输入者也罚20万，累犯就裁处100万。肉干本来就不允许进来嘛，原则上它如果没有经过我们贸易的一个先核准的话，其实它是不能进来的。没有屏蔽，然后做一个网购的一个动作，其实网购平台也会被受罚。我们在台湾自己要注意的是手势跟那个系带，如果系带进来的话，你就没有玩，对不对？你一定会再处理嘛。市场协会提醒，要防堵非洲猪只，关键就是袂使炸猪肉制品入境，更加爱注意走私，才袂互这久以来防疫的心灰拢害了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9309个本土病例，指挥中心宣布，对自月20开始，这室内会当面挂喙罨。不过有专家呼吁讲，若阵厝内面有老人囡仔喙肉族群，喙罨犹原是上好甲伊挂掉咧。但讲到校园喙罨要来放零的政策是延后到3月初6，会当学校家己做决定，看敢要来管制。不过教师团体认为，明确去界定，较袂发生老师甲家长学生。因为挂喙罨的问题来起冲突。新冠疫情降到2万例以下，初10拜五新增加1930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五同期减少2.3%，死亡有70例。本土疫情继续累落来，指挥中心宣布20开始，室内喙罨禁令来放松。除了伫医疗照护机构、公共运输甲特殊的运具这指定场所，有关必须爱挂喙罨。其他室内所在该做建议挂喙罨，也是由民众家己来决定。不过有专家是提醒，厝内底若是有老幼族群，喙罨上好也是戴掉咧。强烈建议你，那你出门的时候，不管室内或户外，你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因为你可以避免把这个病毒的风险带回到家中，去感染这些易感族群，包含长者或小朋友。另外，学校的部分，考虑拄则开学无偌久，所来又有2、8连假，真侪老师甲学生出来佚佗，所以讲延到3月初6，室内喙罨的禁令才会放松。不过教育部允准各级学校伫特殊场所也是有授课需求时，老师甲学生讲好了后，会使家己决定是毋是要挂喙罨。教师团体烦恼讲，每一人对着特殊场所的看法无同，恐惊引发冲突。包括课任教室，包括礼堂，包括一些集会的一个场所等等的，那这些哪些是属于特殊场域？那不同的解读，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会有一些争执这样子。另外，外界关心确诊者什么时阵会使免隔离？指挥中心强调，轻症的确诊者取消强制隔离，该做建议性、自主性伫厝休困，然后伫继续讨论中。即阵无明确的时间表，也需要看疫情的状况甲国际情势。记者综合报道。
这疫情爆发3年多，当咧严重的时阵，大家拢真乖。不过疫情放冷，民众开始去放风，唔刮水暗，唔洗手，人来客小碗，病毒就会开始流行。有记载医生发现讲，最近流感等啊病毒，也个诺罗病毒又个开始伫咧传入，特别是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诺罗病毒真高恶，等于是一个人得病，规口罩对咧着种。后礼拜一就是高中以下要来开学，真侪学校已经开始做消毒的工作啊。老师伫教室内面是无用咧喷酒精，甲桌啊椅啊消毒过，佮用淡过水的漂白水撸涂骹，因为后礼拜一高中以下就要开学啊，学校内面的防疫都要做好。各班级的老师他一定会在班级的物品啊、然后桌椅啊、窗户这些都做一些打扫那把它环境做更细致的一些整理跟消毒。正常生活还是要有啦，当然不希望是又停课的状况，因为停课对小朋友各方面来说其实都不是这么的好。老师和家长拢这么小心注意是有原因的，因为新冠疫情是爆发3年多，其他病的免疫作物已经开始来啊。有基层诊所的医师发现讲，最近流感等病毒和诺罗病毒是常常看到，尤其是急性肠胃炎的诺罗病毒，常常看到发烧、吐和落屎这症头，而且常常一个人着规家伙仔拢袂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机转，其实是需要经过食物等等被受污染的食物，那你人吃东西一定要脱口罩啊，所以这根本就没有办法挡得了。医师强调，肠病毒和诺罗病毒目前拢无预防性通治，敢若会当透过较常洗手、保持食物件较卫生的习惯，才会当预防。而且酒精和打洗手拢无法度把病毒杀死。建议民众伫食饭进前，也是排便了后，一定爱用湿文来洗手。处理患者吐的物件爱伫手刀啊，用淡过水的漂白水消毒，较袂坏着。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太保今下晡发生一桩死亡车祸，一台货车撞到一台共向2个国小查某学生小载电动脚踏车，2个囡仔当场是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这货车的驾驶甲车顶的人同款受伤，这车祸原因目前还佫伫咧调查。但是对这监视器来看，这货车可能是失去控制，而且速度走真紧。这电动脚踏车载人才出现伫监视器画面无偌久，同方向的小货车就为后壁高速追拢，2台车拢并入田内。电动脚踏车2个12岁国小女学生当场无气甲心跳。绑者做落声啊！我伫阮家后壁做工过啊，当他们看到，我看会到啊，因为伊个声伫阮遮吼，无正常的。因为这条路上顶吼，会使紧，对啊，这条路我知影就死几十个。车祸地点是伫嘉义县太保市加167县道。7日下晡2点半，有民众听到拢甲真大声了后，赶到位，发现车的零件线喷喷，电火条嘛拢断去，小货车顶的驾驶乘客拢受伤，分别送去嘉义中间、营总也甲基督教病院。不幸是2个女学生急救无效，确认死亡。这个车祸造成2死2伤。使用破坏器材救出小货车上2位伤者。现场共计后送4位伤者前往医院就医。目前原因还不明，只是说这个货车的速度有点失控。警方也搁咧查车祸的原因，不过监视器画面是发现后壁货车的速度不加紧，是小货车失控，还是有其他原因，这拢爱深入追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上届大的记忆体晶片厂美光科技去年营收是减对半，宣布2023年全世界员工要裁员10%。台湾美光的员工伫网络顶头表示，讲伊1点钟前还佫伫咧开会，老板随家己抬头变做无头路啊。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劳动局表示，目前是还未收到美光大量裁员的通报甲调解申诉，目前还佫伫咧关注这间公司买手会安怎来做。大楼外口有彩色的油架啊，头前也挂台湾甲美国国旗，这是位伫桃园龟山的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台湾分公司，因为通货膨胀冲击，和电子产品甲晶片的需求来下降。去年营收员工只有一半，宣布裁员，并且停发奖金。有员工伫网络上讲，前1点钟还伫开会，煞爱你到10点钟离开，也讲公司裁员消息真突然，规个流程敢若用10分钟而已。目前都还没有收到那个大量解雇的通报嘛，没有收到员工的这个申诉的状况。
实际上，规个科技业的市况是真无好。伫亚马逊、Meta、Google 宣布缩减人力来应对全球经济前景恶化甲需求较无好了后，美国科技大厂微软也要减少5%人力。雅虎也讲计划裁20%以上的人力资源，而这波裁员大厂也无多来避免。在记忆体的这个价格最大的跌幅，那么是出现在去年的第4季。那么今年在首季呢，看到记忆体价格，那么整个跌幅已经有一些缩减。不过目前下跌的幅度依旧还是来到了在10% 以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以目前呢，在记忆体是处于比较寒冬的一个状态来讲，那么相对也就会引发在记忆体厂除了在减产的动作，也会祭出相关裁员的一个措施。就伫美国科技业大裁员的同时，台湾却是真欠人。根据人力银行表示，即阵有52000间企业同时伫找人，是史上单价上多。其中伫电子资讯、软体、半导体业有164000个亏。像整个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非常完整，从 IC 设计到这个晶圆制造到封测都非常完整。整个在人才的供输上面，一旦有一些缺口的时候，那当然厂商本身就是一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寻找人才。整个半导体的这些长期的景气还是看好的。人力银行表示，国内整个科技产业长期以来人才的供需是失去平衡的。若是伫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一旦有厂商若是开始裁员，这科技的专业人才也是有真侪公司会去请。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人去收到这假造 Netflix 的诈骗通知批，是因为这电子批内容全部拢是写英语的，真侪人会去用怪气，甲这连接点入去了后，若准公公交出信用卡资料，这些就叫用头路卡。警方也要呼吁民众，就要特别小心。拍开批件，看来真像是影音串流平台寄来通知批，内容讲无收到付钱，要暂停汇款的资格。原来这是诈骗的批，若是点这连接输入付钱的资讯，就用骗走个人的资料，甩红投入信用卡。就算是治安专家，也不时会收到这种诈骗的批。当我们用电脑的时候，像电脑它会使用一些连结的方式，让你看上面是以为是那个网站，但是其实像我们看，当你滑鼠移动到上去之后，它其实不是这个网站，其实连到另外一个网站。警方发现这类假信件诈骗最近又开始流传，特别呼吁民众要注意用词是不是台湾习惯的用语，连结嘛莫乱点。却是发现精华版本的诈骗的批已经把用的内容改做全部是英文，互人更加以为讲是官方寄出来，了骗去。英文的方式寄的话，民众可能就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说它可能是诈骗，可能就会认定说，这是官方寄来，那官方的讯息可能性会增加，可是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诈骗的电子邮件。根据统计，相关的钓鱼的简讯也是邮件的诈骗有报案的。2021年有49件，也不过去年数量变成5倍，损失超过1100万。唔那 Netflix 像是 HBO， 也个 MOD 这有名的串流平台，拢发生过相关的案件。对此 ，Netflix 强调绝对袂伫批件内底要求用户输入信用卡这个人资料，也袂经由第三方平台要求付钱。建议收到相关的批件，赶紧来查证，以免被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初到咧有419票全数赞成通过谴责中国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的国旗案。另外，美国、英国和澳洲举行联合空中军演，要来应对中国威胁。The yeas are 419, the nays are 0. 美国联邦众议院以无人反对全票通过谴责中国侦察气球公然侵犯美国主权的决议案，要求北京就事件提供更加侪资料，呼吁行政部门积极吓阻外国敌对势力侵犯美国的领土甲领空。This was a tes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 saddens me to say that I think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failed that test. So there's one thing that we all agree up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overeignty was crossed by the PRC. 决议案内面也讲，中国侦察气球伫咧过去也捌侵犯美国领空，不过这边时间更加长。对美国指控侦察气球是横跨五大洲监视机群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回应讲，这是美国发动的舆论战。我想，这可能是美方对中国进行信息舆论战的一部分。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监测国家？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美国、英国甲澳洲吹背伫咧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举行大号叫做红旗的联合空中军演。美军正清楚地讲，就是要应对中国的威胁。We're not necessarily reacting to any recent political events. It's just the pacing challenge that we train to so that we're ready for whether it be an Indo-PACOM threat or a EUCOM threat or a CENTCOM threat. We think that if we're ready for China, we're ready for anybody. 另外，美国联邦参议院催告开一场听证会，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讲，中国虽然有反台意图，不过因确定2030年进前未对台湾有重大侵犯。副国务卿雪曼也讲，美国需要伫咧无对称武器能力这部分协助台湾，确保台湾有机动加另外系统。公司新闻林伟玲、吴其昌编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步拜访英国、法国了后，初到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伫欧洲议会向各国发声，因支援军事设备，而且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就要赶紧进行。泽伦斯基表示讲，已经有几位领导人准备要提供证据啊。另外一方面，即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针对西方的经济制裁，罗西亚已经渡过这个难关，今年国内的经济会成长。也是无放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战后第二摆出访，初到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伫欧洲议会受到全场客客拍拖的欢迎。States must consider quickly as a next step providing long-range systems and the jets that you need to protect the liberty too many have taken for granted. 欧洲议会议长首先向乌克兰来致意，泽伦斯基是强调，乌克兰才是甲欧洲斗阵来抵抗俄国的历史性侵略，呼吁欧盟赶紧来展开乌克兰入欧的成员国谈判。Ми наближаємось до Євросоюзу.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членом Євросоюзу. Україна, що перемагає, членом Євросоюзу. Євросоюзу, що перемагає. 战事爆发了后，乌克兰真紧提出入欧的申请，并且伫去年6月正式欧盟的候选国。不过要正式加入欧盟，也需要几年时间。泽伦斯基随后也甲各国来进行多边也是双边的会谈，并且表示已经有可能为欧洲的领导人准备要提供证据。也不过伊有讲是对一寡国家，伊同时也强调，欧盟应该对各国的经济制裁扩大到 IT 的领域，来主动莫斯科生产导弹。伫泽伦斯基快速出访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廷是对国内航空业者发话，强调俄国对西方制裁有坚持条例，今年经济温和来成长。Имею в виду и снижение объем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уровень рынка труда, состояние рынка труда. Н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по всем показателям небольшой, но рост ожид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и. 普廷也指控是乌克兰挑起敌对的行动。同一天，俄罗斯国营核能公司讲，会伫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来设立安全区，防止发生核能事故。俄罗斯讲乌克兰开战了无偌久，俄国公司就接管扎波罗热核电厂，期间双方拢讲对方来攻击，有可能引发辐射外泄。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有一位来自德国的极限运动者萨瓦斯科班，伊对去年11月开始走遍南美洲秘鲁的每一角市，已经为限创造纪录来比例，这逐工拢爱走的动力是更较重要的。太平洋的海花到风景真水的安第斯山，对世界拢是西班牙殖民时代建筑的首都利马，到各远各山的小镇，那互即个对德国来真爱极限运动的萨瓦斯科班欣赏甲真欢喜。伊即阵走甲真远的旅行是对去年的11月13开始，伊连续86天长程的走表了后宣告结束。伊当中走5170公里，等于逐工拢走超过60公里。The biggest mental challenge was the every single day, because no matter how hard the day was, after you close your eyes, the next day starts again. You know, you have to start again, and you have to motivate yourself, be patient, and I think every single day to keep me motivated.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若是走的距离超过一般马拉松的42.195公里，就符合超级马拉松的定义。若是以距离来算，国际之间的超马比赛，伫50公里到1000英里，就是1609.344公里拢有。时间走上底的人赢，当然嘛有以时间做单位，伫6点钟到6天拢有。距离走上远的赢。根据国际超马协会的统计，目前各项纪录的保持人亚历山大、索洛金和科班同款，拢是对德国来的，伊保持5项超马纪录。另外一个是希腊的库洛斯，保持4项超马纪录。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土耳其大地震了后，除了这个土耳其政府随成立 AFAD 等于是灾害应变中心以外呢，这各国的救援队也拢到位，其中也包括咱台湾。就土耳其进前的官员伫咧访问的时阵，特别感谢台湾给支持。这届发生大地震发生伫咧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伫土耳其生活的叙利亚民众也真欢乐故乡的灾情，希望外界对叙利亚会当有更较侪帮助。降落伊斯坦堡机场，土耳其国内班线也是有未少人，要当地人调集主动去协助医疗救援。Eczacıyım. İlk yardım ateş düşürücüler, ağrı kesiciler, ilk yardım malzemeleri, orada sahra eczaneleri kurmaya ve ilk yardım malzemeleri götürmeye. 土耳其经历地震了后，亲像媒体这种的志愿者真侪，也有当地人伫发生了后，随冲去灾区协助，因为信号无稳定，也互亲友真烦恼。 Endişeleniyoruz tabii ki de. Arkadaşımız sonuçta. 地震造成严重死伤，官方随成立阿法，等于是土耳其灾害应变中心。看这个画面，会当了解内部运作的情形。工作人员严守岗位，看现场的状况。除了政府积极救灾，各国员的总动员，都经政府官员特别提起台湾。 Türkiye bir deprem bölgesi ve Türkiye depreme karşı hazırlıklı. Ama bu deprem biraz önce söylediğim gibi dünyanın gördüğü en şiddetli deprem. Dolayısıyla Türkiye çok güçlü bir ülke, hazırlıklı ama dünyanın da mutlaka destek vermesi gereken bir durumla karşılaştık. 各国关心土耳其灾情，不过叙利亚情况无透明。伫土国生活真侪年的阿布阿拉是叙利亚难民，受访的时阵讲到后甜，骨流目屎。 العالم كله متعاطف مع تركيا صار فيها زلزال وانا متعاطف مع الاخوه الاتراك والاخوه السوريين لكن حتى يقدر العالم حجم الكارثه نحن مضى علينا في سوريا منذ عام 2011 الى العام 2020 تقريبا في زلزال مستمر يكاد لا يتوقف ابدا. كل يوم كنا نرى نفس الشيء الذي نراه اليوم في الزلزال. هناك نساء ورجال وأطفال تحت الإنقاض تهدمت المباني عليهم ولم نكن نستطيع إخراجهم. 土耳其的灾情虽然重要，不过阿布阿拉也希望世界原来会当互叙利亚更加侪关心甲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土耳其大地震，咱看到这规栋厝拢安尼袂输氧气共款，直直安尼甲伊放落来。当地政府也积极，这个民众也伫咧积极，政府是固在建商乱起厝。 进前桥的地动税，即马也唔知走去倒位啊！伫咧土耳其的台湾中心执行长邱振中表示，这个建商偷工减料，用无训练过临时工来起厝，拢是因素之一。这土耳其台湾商会副会长张敬伟也讲，当地除了大城市以外，大部分的厝拢是用空心砖来起的。咱台湾的结构技术也讲，这建筑物安尼直直放落来，代表讲这建筑物是袂堪的地动的。 规栋厝规安尼厝内放落去，画面是真惊人。即摆土耳其大地震发生真侪建筑物拢倒去，除了短时间连续强烈地震的影响，建筑物的内动程度也引发关心。当地民众质疑政府纵容建商乱起厝，承受20多年46亿美金的地震税也拢唔知摕倒去。当地台湾中心执行长邱振武讲，偷工减料是大问题。当地的品质很糟，通风减少，然后以及本身的那个建筑的防震的系数都不够。
刘志武讲，钢条也有条啊上油无倒来制作建筑物，建商有大量请无经过训练的临时工，甚至是难民来起。当初起这个台湾中心找10几间当地营造厂，无任何一间能做出合格结果，后来决定家己起，这摆才顺利会动个地动。土耳其台湾商会副会长讲，当地大部分的厝拢是用空心砖来起的，结果技术是认为建筑物会直接安尼倒落去，代表这内动的程度确实是无好。基本上他们大部分都是用空心砖，再配上混凝土，然后配上一些比较细的钢筋，它的盖的速度很快，成本也相对低一些。会垂直粉碎性下来倒塌的建筑，基本上它几乎没有什么抗震设计的能力。耐震豪宅倒塌的那一栋盖得很新很漂亮，可是它倒塌是这样倒，那一栋的倒塌就是跟我们台湾的大楼9·2地震或台南花莲地震倒塌一样，就是所谓的软卡。结果技术讲，台湾经过921大地震了后，建筑内动法规一直愈来愈严，由台湾为伫个环太平洋的地动带，发生地动的机会真接。建议未来若建这个建筑物，爱经符合921了后修正过新法规的建筑，内动的强度较好。另外，这个旧厝实在考虑经由多间来定起。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日核定空1年半的体育署长是由这个国立体育大学教授郑世忠来接任。47岁郑世忠是上届少年的体育署长。郑世忠下晡接受访问的时阵，又表示，讲接这个职务有一寡紧张，是因为今年有世大运，也有亚运这2大比赛。家己上届大的目标，就是用各种面向去扩大台湾体育伫国际影响力。伫台北队体育团体的演讲结束啊，准备要赶登去国立体育大学，是国体大教授郑世忠的日常生活。但是行政院初10核定，伊来接体育署长，未来伊的生活可能要改变啦。焦虑不会啦，些微紧张是会啦，因为说实在的，今年的2大赛会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重要。那希望接下来的那个训练啊，给选手的这个支持，能够100%。然后希望能够带回来很好的成绩。教育部长潘文忠讲，郑世忠有行政经验、基础的专业能力，佮有运动组织的实务经验，佮有运考的背景。面对世大运和亚运，拢伫今年举行，评估了后认为伊是现阶段上好的人选。后续我们整个运科中心成立后，那么国家不只是在运动竞技、全民运动，乃至到学校体育。运动科学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正做上少年的体育署长郑世忠讲，目前伊是适应甲袂歹，伊上希望的，嘛是上大的目标是真侪方面去扩大台湾体育的国际影响力。不管成绩啦、运科啦、产业啦、所有的软实力全部都要继续去提升。郑世忠特别伫个3月初伊进前就任，真侪人甲恭喜。但是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伫个面册发文，批评讲伊咧做招标协会副秘书长的时阵，发生过2摆铁瓜条的选手是无敢通啊用。即种常常出包的新署长，敢会当改善运动环境？对这，郑世忠讲，英国不管是好代志是歹代志，拢是经验。嘛讲最近会去请教较早的署长做好准备，面对立委的考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捷运安溪轻便铁路经过7年工程，今开始试营运啊！这条路线全长有7.5公里，有9个车站，提供文山新店地区的民众大众运输服务。这民众会当伫个14张站，就会当搬车入去捷运环状线，入去台北市区啊！安溪轻铁14张站4块位，下人真是叉。安溪轻铁经过7年的工程，初10开始试营运，就算14张站下晡开始落大水雨，也是无减民众的兴趣。2点外钟，我们捌坐过，坐一间欢。其实蛮快的，搭起来蛮舒服的。金色的列车豆豆驶离开车站是真抢目。安溪轻铁全长7.5公里，总经费166亿，计共有9个车站。伫咧早市的通车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安溪轻铁使用国产设备的比率达到42%，也提供沿线居民方便的大众运输。是我们文山地区，代表是新店地区，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咱在地这个所在，会当通到三峡，更可以到我们大台北地区，衔接14张站。能够快速的到我们的生活中心，可以减少15到20分钟。
不过，安溪垦体的运动伫网络顶也受到质疑，部分民众认为对附近的居民来讲，坐安溪垦体到台北市区过爱换车，那坐公车是颠倒较方便。以安坑的老居民来讲，因为都习惯搭公车，而且大家都从新店去搭进来安康，所以才会觉得有点麻烦。我觉得还是很方便，因为我从景文科大站出发，大概走100多公尺就到车站了，然后车站就直接接捷运，我不用在外面风吹雨打。有民众认为，虽然当地居民往台北市区可能较惯使公车，但是若到邦桥，会使由安溪垦体接环状线到位，会方便真济。不过也需要民众惯使搬车。民众敢会接受安溪垦体，就看所落来1个月试营运的成绩。记者郭文长随社桂林新北报道。国内疫情渐渐稳定，民众搁较愿意出门行搭。不过，宜兰的台湾好行甲市区的公车，这运量却只有恢复到疫情进前的一半尔。这县政府最近规划台湾好行的这个路线套票，结合饭店景点行程提供优待，希望会当让游客来佚佗。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应该爱了解民众的需求，才有法度解决问题。宜兰台湾好行站。今日推出宜兰台湾好行甲市区公车，除了换新公车涂装，佮结合饭店景点行程有套票优惠，望互民众较爱坐公车，嘛互民众感觉较方便。这种感觉好像可以直接搭公车到我想要的景点去，然后呢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根据县政府统计，目前宜兰县的台湾好行甲市区公车运量差不多是疫情前的50%，使用率也无悬。推出优惠行程，希望会当互民众较爱坐公车，提升运量。疫情前有1万人次左右，那受到疫情影响之后，最低有掉到3成，那现在已经渐渐的回温，回到了8、9成。希望我们尤其是外地的游客，可以一路透过国道客运或铁路的转乘这2条路线来完成它的旅游。除了地方政府提供优惠，港府规划北中南的城市，2030年要投入200亿补助通勤月票。不过，双北甲基隆桃园的部分无列入宜兰。学者认为宜兰是观光大县，那做月票使用除了通勤通学，也当满足观光的需求，这才会当有效提升月票的使用场数。所以，如果按照通勤通学跟观光2大这个特性的这个使用的不同啊，我们看怎么样把这个月票规划得更多元，让这个观光的这样子的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啊，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扩大月票的一些当初推动的目标。学者认为，一个人会晓开车，注重的唔那是价效，佮爱看是唔是方便，这拢爱纳入考虑，才提出对策，才当有效提升民众坐车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到高雄寿山，发现讲这高山仔在食树灵糖。这保育团体表示讲，虽然高山仔食树灵糖袂有生命危险，不过也会损害因的健康。咱常常讲，看到这野生动物伫咧食塑胶鹿仔，也要提醒民众，本属唔通乱弹。不要吃，等下你肚子痛痛。关心的民众预定对着狗咧花，但伊也是持续咧食树灵菇。一礼拜3，一个介意狗的民众前往高雄寿山，发现有较细只的狗摕着树灵菇咧食。民众讲，伊毋知为着摕着规罐的树灵菇，如果现场上少8只狗食着树灵菇。口香糖如果被猴子吃下去，它当然不会有立即性的，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啊，或是生病，其实是比较不会的。但是毕竟人类的食物有非常多的添加物。跟不适合野生动物。保育团体表示，狗食着塑胶袋啊，也是人类的食物，是真正看到。食着树灵菇虽然袂影响肠胃，但是人的食物有色素等等的化学成分，长期落来嘛对因的健康有影响。建议爬山民众甲食物收好好，避免互狗抢去，嘛唔通主动来吃。好像很难呢，它跟人类已经好像快要共存了。持续喂它东西，它会觉得你可能身上有带东西啊，对啊。所以可能你经过它就会去骚扰你啊。中心等于寿山、高群大多拢分居伫民众较侪所在，嘛有狗咧食装有饮料的罐仔，还佫有分壳。相关的单位嘛提醒民众唔通吃，若有发现，向价会罚5000到1万块。记者王丽婷、民众环个报道。云林沿海地区真侪所在拢有饲蚵仔，这渔民为着方便，甲这个更线。蚵仔坑呢，拢蹲伫咧爆坏路边。最近有民众反映讲，暗时驶车看不清楚，险险啊就去弄着。这环保局也表示讲，会请渔民甲这蚵仔壳刷走，避免去影响着交通。大细丰顺道路，坑伫一堆搁一堆的蚵仔壳，拢是科农清理后，
经过拍空用手把绳一拍一拍，准备送到静海河边来放养，但经有民众反映，暗时丰信道路的光源不足，恐惊因此状发生意外。就是怕会让人家发生车祸啊、事故啊，这些都一定会的啦。伊迄足边仔的嘛，啊，食落暗时嘛，足少人咧行的啦，足少的啦，看人因收一目足好势啊，也无乱花啊。当地民众表示，为了方便放养，有的养小户已经习惯就近垦的丰信道路，搁加上徛嘅空间真有限，希望用路人会当体谅。对此，文管府环保局就讲，会先进行看到养小户，刷到馆内设置的占地场。可以把牡蛎壳、文蛤壳移植到我们在台西跟口湖设置的这2座暂置场，避免影响到道路的一个交通安全。那另外在马路旁边堆置这些废弃的文蛤壳、牡蛎壳，同时也已经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的相关规定。环保局就讲，在路边堆置蚵仔壳，唔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嘛真容易造成环境污染。文管府为2020年在大西丰信道路边有设置蛤蟆壳的占地场，嘛希望科农会当将壳牌运至占地场来架垦，以免造成交通意外。记者为你报道。南投仁爱乡头89线逆行产业道路是当地农产品要送去外地，一定要经过这路线。不过，却是常常发生崩线意外。就民众这边讲，伫咧14.6公里下骹的土地有重型机具伫咧大规模挖山，会去影响到交通安全。这县政府今仔日派人会勘，发现地主唔若时间下过界，甚至是比申请范围大3倍以上，会依照违反水保法该罚15万。全部拢是到道来喙石，顶悬都是到89线逆行产业道路，但是就伫14.6公里处下骹即个坡，风整理出一片较平的区域，怪手含重机具嘛拢在运作。民众看到安尼，随甲南投县政府检举，看到安尼乌白开垦会影响逆行产业道路的安全。种高山高冷蔬菜、高丽菜啊，之前是说不能做，可是后来他们又在挖我。除非是下雨了，还是才会很容易就会坍方。对。南投县政府车执是派人来现场会勘，初步了解当地是农牧用地，地主有照规定申请农业整坡含水土保持计划，未来会做高山农业，但是实际上开发的面积是比申请的面积大3倍以上，佮外界时间改变原本的地形，县府会依照违反水保法罚地主15万。它本来是有斜坡，它可能把它用的比较平，上面可能要种东西比较好种啊。针对他做的那些平台改变地形地貌要去做一个违规改善计划。这条到89线逆行产业道路全长是53公里，是发上逆行含翠华山庄对外联络的路。当地农产要送去外口嘛，一定要经过这。但是只要落大雨，也是做风台，就常常崩山。最近一摆是发生在今年1月，翠峦路段的16.8公里处。学者认为讲，法规对高山农业的管理是无够严格。这样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山体，农牧用地的编定。跟整个开发的整个量体，都是用过去还在用农林培养工商的时代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标准。邱国正表示讲，虽然真济高山农业拢是合法申请，但是法规是赶袂赴现况的变化，加上当地破碎的地质和正大的气候变化，像安尼农业开发的量体伤大，若继续落去，灾害就会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竹北市这几年厝价直直起，不过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远的东海三街附近的居民一直无水道水通好用，这厝内面的水拢是靠抽地下水，或者是去外口杯水。就算有装过滤机，免1个月就要换新的滤芯，为啊真合。看你们弄的了，要不然那个水会更黑了。水道头全开，流出来地下水落落可可，还有装无1个月过滤器。内底已经乌蛇蛇，民众讲明明家己就住在闹热的竹北市，过去40-50年来，却拢无自来水通用。黑黑的，整个都那像污泥这样包着。3-4天前吧，你看水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们平常都大概多久要换一次这个？这个有
大概半个月。这么核心的一个地段，可是却缺乏自来水，民众要长期忍受地下水跟井水的这样一个污染，没有生活品质，难道他们是次等公民吗？自来水公司表示，只要里长收集当地民众的名簿，送地方政府审查资料，若是准备好势，就会提送水利署。 争取自来水供线经费。等经济部水利署核定我们经费之后，我们会马上尽快来执行。那执行期程大概是经费核定下来的话，说1年内就可以把工程完成。其实过去在2019年，接捌发生过火灾，当时就发现无水通用，增加拍火难度，上尾阁失去2条人命。民众希望赶紧有清气的自来水通用。 来当提升救灾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南非第2大城开普敦，因为附近的海域有一个海坝，吸引真侪游客来遮。不过最近这半年却一直传出海坝攻击人的事件。科学家表示讲，因为海水温度变烧，这海中的水草大量生产，而且会放出毒素，这海坝吸收到这毒素，这中毒，增加攻击行为。 伫港口头家正悬伫白日，看起来正古锥的海坝，一直是南非开普敦出名的招牌。不过最近当地线少年线出现海坝攻击人的事件，美国女演员泰勒年初伫海坝游泳的时阵，就叫海坝夹几落下。 I just saw a very fast-moving dark shape come up to me, and it made contact with my arm and elbow, and it bit me. 3 bites on this finger, 2 bites on this finger. Is the other man not taken the seal off of me? That I might not have. It might not have had as good an ending as this. It may have been worse. 构成温顺的海坝，哪会形容会加人力？科学家到当地查看，发现最近因为气候变迁，海水升温，致使海草、细只生物大量生碳，形成红海水。这个时阵，部分海草会产生毒素，例如海坝食到含毒素的贝类，也是鱼仔，可能因为安尼中毒，都较会共攻击。They choose to not run away from danger, but rather run straight at danger and take it on. And that's been seen worldwide for several months after each domoic acid incident. 较早，美国加州甲纽西兰由海坝中毒了后掠讲的事件，南非政府即马呼吁游客最近爱避免挖进海坝的生态地，较袂去攻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巴西有一种特别长种的金丝猴，前几年呢，因为感染到这个黄热病大量死亡。科学家把这本体用伫咧咱人身躯顶的黄热病疫苗改良了后，注伫咧金丝猴的身躯内面。这是世界头一个透过注疫苗来解救特别绝种的野生动物。最近也证实讲，这个效果真好。 规身躯拢是感仔红色，看起来阁小可金金的毛。这种主要生活伫南美洲巴西的树林内的猴，叫做金丝面猴。因为生活环境受到迫害，1980年代，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作濒临危险的物种。2016年，巴西爆发黄热病，造成750名人死亡，有将近1/3的金丝面猴嘛感染到黄热病死去，全部只剩2500只左右。伫波斯达斯安塔斯的生物保护区内，情形搁较严重，400只死甲敢若剩32只。为着要避免金丝面猴真正绝种，当地科学家为2021年开始，用甲过去无共款的方法来保护这个猴。科学家伫笼仔内放金蕉来生这个金丝面猴，掠到了后，先帮因抽血，做各种的检查。 然后就甲改良过，原本是互人注的黄热病疫苗，摕来注入去金丝面猴的身躯底，注过疫苗的猴，身躯顶会防做记号，才搁甲因放转去原来的树林内。Around the monkey number 30, that we saw that there were no effects, we started thinking that, all right,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work. 经过一段时间了后，科学家搁甲注过疫苗金丝面猴掠来检查，发现有90%以上的猴拢已经有免疫力啊。黄热病无搁继续传，金丝面猴的数量嘛保持真稳定，代表这个计划非常成功。这是全世界头一个透过注疫苗的方式保护野生动物莫绝种的计划，但是嘛引起一寡争议：人类到底是毋是应该用这种方式介入去自然生态 They seem very, very strong interventions. They may be necessary, but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it when. Always have to think about when is it better to intervene than not to.
科学家表示，事实上大部分的绝种的动物，拢是甲人类的生活空间相倚的物种，所以要安怎互人类甲这些动物会当共同生存，是保育界上大的挑战。记者甘延恩编译。明仔载天气小也是摆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6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0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